將感動化為行動，開展社區服侍，為基層嘅家庭咧送上禮物盒，讓佢哋喺復活節呢個時候咧都感受到耶穌嘅溫暖同埋盼望。各位一元聆聽聖經運動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嘅總幹事馬秀娟。教關咧作為社區網絡平台，咁多年咧，我哋都好感恩同全港嘅眾教會一起擁抱服侍基層、關懷貧窮、網絡同行，希望係轉化佢哋嘅生命同埋嘅社區，彰顯天國在地上。今年咧，我哋教關愛心行動嘅 Peace Box 祝福大行動，同聽信真道亞洲攜手合辦一元運動，服侍基層咧係我哋一個實踐真理個好重要嘅環節。聖經入邊咧，大家知唔知道咧有超過300節嘅經文提到咧服侍貧窮人同埋慷慨施予。換言之咧，當我哋渴望睇完聖經之後，能夠實踐去見到耶穌嘅大愛咧，去服侍貧窮人係一個好關鍵嘅環節，同時又可以讓別人咧認識到耶穌。所以你哋睇完聖經之後，你哋願唔願意同世人展現同埋宣揚耶穌基督係社區轉化嘅推動者，同埋奇蹟嘅創造者呢？呢個都正係今年咧一元2025年運動嘅主題，鼓勵大家一齊我哋去睇馬可福音，邀請你哋加入我哋嘅祝福大行動嘅行列，活出耶穌嘅愛，從而將主嘅愛呢，從聖經我哋真係實在帶到去我哋好愛嘅香港社區，將呢份福氣咧傳開。聖經話咧，施比受更為有福，你信唔信咧？我哋一齊去經歷啦！